那是我人生中唯一的失败。所以老大这么拼命接任务，是为了获得太后一个赏赐，早日获得自由，找到打败你之人。身为暗卫之首的我，怎么能在职业生涯中留下污点？少爷，走。少爷，小心！小野，先走，可是走。凤芝，老大，我射得准吧？准什么呀？说好了往我身上射，让我脱离沉郁。你倒好，直接往他身上射。我是想制造一点真实感嘛。把你的小本本收回去，你一掏小本本准没好事。太后的任务。太后说，让凤凝婉仪容成福音公主，嫁给右相陈玉。他，我，我这刚逃脱出来，还未满1刻，怎么又要埋伏进去啊？唉。这位身患肺疾、手无缚鸡之力的相爷，装呀？你怎么不装了？我听来人走路声响，软弱无力，可我相府中并没有如此无用之人。我想，定是欧阳大夫，我自然没有再装模作样的必要了。看你刚刚遇刺的份上，我不与你计较。不过我说你可真行啊，都欺负到你头上来了，你还能忍住不显露身手？这要是换成我可不行。要我帮你打听一下，这回又是哪位仇家吗？想要杀我的人何止1、2位，至少太后安插在我身边的那个侍卫死了，我也算就此摆脱了太后的监视。哼，你真以为你摆脱了？最新情报。太后要让你娶那位娇生惯养的福音公主。我不嫁，我堂堂一个福音公主，连自己的婚姻大事都做不了主吗？我不管，我不嫁。福音公主不肯嫁给右相陈玉，此事本宫甚是担心。凤凝婉，你是本宫暗卫之首，又唯有你修得千面玲珑功。本宫要你以福音公主的身份嫁入相府。是。他？
看什么看？老大，你不会真为了一个任务就以身相许吧？这是天下第一迷药山茄散，只要将它放进沉郁的酒中。哦，学习了，学习了。公主，来了，快走！我的千面玲珑宫只能保持6个时辰，现在只剩下不到半个时辰，得抓紧了。相爷请进。大哥，你还等什么呢？快掀盖头啊，我好进行下个流程呢。公主，这流程不对啊！公主，我们喝一杯合卺酒吧。交杯。哎呀，相爷，你的酒洒了，我再重新帮你倒一杯。还好老娘谨慎，药多备了一份。想给我下药，这福音公主有问题。我的山茄散，公主，完了！今日陈某身体不适，若是你不介意的话，这合卺酒，我们改日再喝吧。糟了，时辰到了。对了，差点忘记掀公主的盖头了。哎呀，我那个肚子有点疼，不好意思，相爷，你先别等我了啊。准备千面玲珑宫需要耗费半个时辰，还好我冰雪聪明。睡着了。公主缺了好久，陈某差点就睡着了。相爷，不是说不用等了吗？今日是你我大婚之夜，陈某岂能独睡？公主，请。完了完了！哎，相爷，你身体不太舒服，我们是不是暂且……公主，陈某今日身体不便，暂时无法行周公之礼，还望公主见谅。哎呀，无妨无妨，正好我这几日身子也不太爽利，这不巧了吗？新婚之夜，如若分房而睡，却也不大妥当。哦，我懂了，打地铺，我帮你啊。好了，请吧。福音公主向来娇贵，才会主动帮我。有劳公主了。没事，你睡吧，我也睡了啊。